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非洲猪只案件。台中的农业局又调是发现讲，验出非洲猪只饲猪场因另外找来诊断的姓王的兽医做，并无兽医的执照。台中的检方是当来调查，原来是即阵初步是怀疑这感染源是菌。环保局是讲，因5月、7月拢去即间饲猪场咧稽查，并无发现违规的事项，未来会甲伊来做个案来监控。台中5车传出非洲猪只疫情，台中市动保处收起14到这案场了后，第一时间并无采检。市府表示，经过疫调了后，确诊到场毋是这案场配合的姓纪的兽医，是另外一个姓王的兽医。伊虽然有兽医做的证书，毋过无兽医职业执照，是透过电话建议用药啊。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，我们来跟他约询哈。他是有讲到，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，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。农业局也对猪农轰炸，猪农表示是照正常的经验，家己替猪仔做已经存的药物，是毋是有因果通报？加姓王的兽医师组是毋是违反兽医师法？已经请检调介入调查。另外，猪场业者无做事上传喷催做记录，甚至规8月拢无上传。台中市府也报道些风险规范的记录。那这个老农呢，确实他在这个上传的部分比较明显，所以同仁知道他这个问题，同仁也想到一个方法，我就打电话去撸他。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去辅导他，好去道德劝说他，让环保单位能够了解说，你每天确实有上传了这些照片或影片，如果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每天上传，那我们的稽查密度就会提高到每个月1次。环境部表示，喷的催出记录目前仅是一个加强稽查密度的参考，无法证。市府环保局表示，对这案场3年来有14摆稽查记录，无发现问题。今年5月、7月稽查时阵，也无发现违规。加上猪农的年岁较大，对网络无熟，未来会向实行监管。市府罗秀贤也表示，应该修法，将避免喷加做疫情的空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